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1月28號谷草夜賽圓滿結束，雖然我哋主力推介嘅心水仍然威風排位之後就退出咗，但另一場嘅心水推介電信驕陽嘅表現都唔錯。會員頻道嘅初選仲中一條冷嘅位置 Q， 希望可以幫到智友們贏錢啦。今晚有匹馬值得留意，亦會提供嚟緊星期日嘅心水，記得由頭睇到尾啊！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第二場嘅賽事，我哋推介2號嘅電信驕陽為我哋嘅主力。上一集智友們如果有聽嘅話，都好清楚知道我嘅理據係啲乜嘢。佢今晚嘅表現雖然係沿途慳到位，但係初跑谷草中距離嘅路程立即有第3，睇落去以為佢有機會爭冠軍添。今晚佢嘅表現絕對唔係符碌，相信今季呢一匹馬可以繼續跟進。電信驕陽排住2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可能跑開短途，加上排咗個靚檔，所以好快就可以守住貼埋日5、6位去跑。沿途有遮擋，騎師幾人安 hold 得隻馬都幾舒服。雖然轉入直路嘅時候慳晒位咁轉，但佢末段咧都有一段嘅衝刺。對於初跑1650米嚟講，表現都非常唔錯。如果唔係騎師包到中段嘅時候有啲心急，將極速支持轉彎就發力，今次可能會幫智友們中一條冷嘅連贏位。或者今次條位置 Q 到21倍，希望幫到智友們啦。深立演藝特約上將有好嘢，今晚有匹馬突顯咗練馬師功力非凡，唔單止今晚幫呢匹處女馬打開勝門，贏馬姿態仲非常輕鬆，而且段速就非常出色。呢一匹就係第5場5號嘅街燈。街燈排住3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非常之快，因為排咗個靚檔，所以好快就可以攞到貼冷位置競跑。騎師布文都非常機警，冇因為前面隻嘉應晉升放得快就跟得佢好貼，反而將匹馬撳咗喺第2位，自己走自己嘅步速。呢一場嘅全熱門長勝將軍一路都攞街燈嚟做遮擋，以為潘頓走呢個位可以長勝將軍轉入直路嘅時候就好容易攞到呢場嘅頭馬。點知布文令街燈越跑越輕鬆，末段開始加速拋離群區贏馬，以街燈今晚贏馬嘅姿態，相信仲有2場頭馬喺手。話咁快，星期日就準備跑4歲系列賽嘅第一關啦！我對今年4歲經典日理賽有咩睇法？大家不妨睇翻上一集，我有隻心水馬同大家已經分享咗。另一方面，其實好多有潛能4歲馬就未能夠趕及進度，所以好大機會咧就未能夠參與4歲嘅系列賽。而一啲嘅潛能馬交出頭馬都只係時間嘅問題。相信智友們都會記得喺呢4歲系列賽之前都要揾一啲寶藏馬。有一匹馬我就覺得好有潛能，但係今季出戰咗5場嘅賽事，場場都好有走勢，但係可惜都因為陣仗受阻、騎師發揮問題嘅情況底下，而唔能夠再交出頭馬。今次呢匹馬降班再戰，相信強手已去，其中一匹佢輸過俾佢3次嘅一生好彩都已經上咗班，希望今次騎師發揮會好一啲，幫呢匹馬還回真身。呢一匹係將會列陣4班14米姚本輝馬房嘅火悟空。呢匹4歲嚟自澳洲嘅 PPG， 今季第2季喺香港服役，上一季一出即勝，以為佢會大放異彩，點知再出6場都未能再交出頭馬，只能夠走近。不過火悟空嘅走勢每次都好勁，而相信練馬師姚本輝已經幫佢揾到最佳嘅路程，就係沙田嘅1004米。我個人認為上張344場次本應係佢嘅黃金機會，可惜騎師未能夠完全發揮馬匹嘅能力，喺走位老襯嘅情況底下，再一次輸俾走位精叻啲嘅一生好彩。火悟空排住7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騎師艾少禮可能驚隻馬沿途望空，所以就將火悟空慢慢留翻喺前置嘅4、5位跑。但估唔到呢場嘅步速係出奇地慢，本來守住4、5位可以進可攻時退可守。中段嘅時候比較機警嘅潘明輝知道步速慢，就開始拍上嚟喺火悟空嘅外側。轉正入直路嘅時候，成群馬就一齊衝，火悟空就唔夠位出，仲要喺末段200米、100米有少少嘅意外。到真正望空衝嘅時候，其他馬都衝到順晒。火悟空就只能夠跑過第4。如果今次落班跑，騎師能夠早啲望空衝一段嘅話，相信可以順利取得香港嘅第2場頭馬。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7場嘅心水，我哋要1號、火悟空、3號、黃金騎士、7號、天鳳貓、5號、奮鬥輝煌。另一場嘅心水推介同火悟空一樣，都係出自今季344場次嘅。上次初出就由毛顯東策騎，今次會列陣3班1004米嘅靈燈。呢一匹嚟自澳洲4歲嘅自購馬，雖然上次係初出，但都可以咁快適應水土，半段做出21秒幾嘅極速時間，能力都有翻咁上下。靈燈排住14檔起步，出閘嘅時候頭就惡一惡，加上排咗個差檔，騎師毛顯東就順理成章將匹馬留喺後面嘅位置度跑。雖然沿途都留喺後面，但都尚算有遮擋。由於段速實在太慢，毛顯東就決意拉出去大外檔衝，但喺蝕位、蝕步速嘅情況底下，以為佢會輸好遠。
點知佢以勁勢上前，不斷做到21秒幾咁衝上嚟，贏馬都唔係好多做得到。如果今次形勢好啲，咁就可以贏翻場頭馬，再加埋精心嘅部署，睇下能唔能夠趕及到打比大賽。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11場嘅心水，我哋要12號、靈燈、 6號、綠野飛馳、 2號、偉金主、 5號、同心同樂。仲有一個小提示，我哋馬迷誌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有興趣嘅摯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每天跑道形勢概覽、賽日精選心水，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